大家好，我係趙善基牧師，今日同你一齊嚟學習點樣認識你侍奉團隊嘅成員。時代過去啦，我哋從過往強人領導慢慢走向團隊領導，一齊同心發展教會嘅事工。喺我哋侍奉團隊裏邊嘅成員我哋有三個好重要嘅關係。第一個係隊友。傳道書4章9節話，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嘅果效。呢度好清楚講到我哋幾個人，我哋就對準同一個目標，我哋努力希望有美好嘅收成。第二個係靈友，第10節話，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有禍了。喺侍奉嘅路上，我哋有時會跌倒失敗，可能會軟弱難過，我哋需要彼此嘅扶持以致我哋可以繼續侍奉落去。我哋係戰友，喺第12節裏邊講到，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2人就能夠抵擋佢啦。三股合成嘅繩子不容易折斷。我哋有我哋嘅隊友嘅關係，大家彼此配合，仲要依靠聖靈三股合成嘅繩子就係依靠聖靈抵擋黑暗，以至喺屬靈爭戰裏邊我哋得勝。所以你睇到我哋嘅團隊裏邊嘅成員，我哋既是隊友一齊工作，又係靈友扶持嘅，亦都係戰友，我哋係依靠聖靈得勝。我哋做嗰個習作就係認識我哋嘅成員嘅性格。好多時候你見到點解有團隊裏邊有啲人特別好似針對我我講親咩嘢佢都唔係幾同意嘅呢？其實佢唔係針對你，而係佢嘅性格同你好唔同佢睇嘅嘢做嘅方法同你啱啱相反，所以你覺得佢係針對你。所以呢個習作就係幫助成個團隊裏邊知道每一個人嘅性格係點樣，就用 MBTI， 你可以用呢個網站裏邊揾出你嘅性格。MBTI 簡單就分為4類啦。第一類就係 E 同 I， 就係向外型定係向內。向外就係同人工作裏邊重新得力嘅。向內型係需要休息安靜重新得力。第二個就係五感同埋直覺 S 同 N。就係五感就係要好實際嘅。好似我哋睇到一棵樹咁樣。而呢個直覺就係睇大圖畫，睇到成個森林係比較抽象嘅。第三類就係 thinkers 思考型同 feelings 情感型。大家會好明噶啦。第四類就係 judges 判斷型同 perceivers 就係感知型。Judges 判斷就希望能夠好有條有理，計劃好晒，一步一步按部就班。而 perceivers 感知型就係隨遇而安我哋好多機遇噶，所以唔需要咁急定晒所有計劃。咁啱啱呢啲係相反嘅。咁你我哋做個遊戲係點呢？咁知道自己嘅性格係咩啦？咁你話凡係 E 嘅企埋呢邊， I 嘅企埋呢邊，咁你就可以睇到呢啲人原來同我係好唔同嘅，呢啲人同我好相似嘅。S 係企埋一組， N 企埋一組，又係 T 企埋一組， F 企埋一組，跟住到最後啦，又再嚟個 J 同 P。咁你會發覺將佢擺晒喺一個表度，你會發覺知道邊啲人同你係最唔相同，邊啲人同你最啱 key 嘅。好似黃色係我啦，我係會同1、2、3好啱 key 嘅，因為大家都好似啦。但係對於22、21、22好多嘢，樣樣嘢都唔同嘅，四樣嘢都啱啱相反嘅。所以當我哋睇到人同我哋唔同性格嘅時候，我哋唔係大家對立，反而係我哋需要佢，大家相輔相成，補充不足。好啦，第二個習作就係分享你生命嘅故事啦。用15分鐘將你人生高低線，你嘅得失、喜樂同埋悲哀畫咗出嚟。第二畫一條線就叫屬靈生命線，喺你高低起伏嘅時候
你嘅屬靈生命同神關係係點呢？兩條線有乜嘢相連嘅關係呢？好啦，我舉兩個例子，一個係摩西，摩西呢就喺皇宮度，跟住一跌咗落去看羊啦，然後跟住上帝呼召佢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佢嘅人生就係咁樣 V 型啦。但係佢嘅屬靈線呢又係 V 型，佢係隨住嗰個環境嚟到去改變嘅。但係另外一個人約瑟，佢喺屋企係愛子，上帝爸爸俾件彩衣佢着，咁跟住佢被賣成為奴隸，奴隸又成為咗奴隸嘅阿頭，然後又坐監，跟住升為咗宰相。但係佢嘅高低裏邊，佢嘅屬靈線同神關係一路穩步上揚，佢知道神嘅同在，佢敬畏神，呢個就係咁啦。所以請你呢用15分鐘畫出你嘅人生線同埋屬靈線，跟住之後我哋大約6個人分組，每人有7到10分鐘講講你嘅生命線同埋屬靈線，睇唔睇到父神嘅介入呢？有冇呢人神差嚟引導你、幫助你嘅呢？然後我哋請2位回應啦，鼓勵佢，亦都要為佢祈禱。第3個習作好簡單嘅啫，請各位從手機裏邊選出3幅你喜愛嘅圖畫，同大家分享，解釋點解你特別喜歡呢幾幅相片呢？呢3習作就幫助你更深認識你嘅隊員。第一個就係呢，知道大家嘅個性點樣配合；第二個認識你嘅過去；第3個認識你嘅今日。願神祝福你嘅團隊有美好嘅關係。